教育部伫去年是来推出第3人生大学试办的计划，互55岁以上的人呢，会当去转去大学来读册。今年宣布这年会会放龄到30岁以上，也会当去报名参加，而且这开课的内容也包括着智慧医疗、甲 AI 科技等等。 70岁陈秀英高中毕业了，去读文化大学，不过因为处理产假，读一学期就无读，替处理分担所费倒趁钱。大学无毕业也真做伊的遗憾，一直到114年，教育部办第3人生大学计划，提供55岁以上的中世代会当读大学，让伊人生充满希望。也是以前小时候家里穷，所以对这个上大学一直是心中的一个梦。第2学期我就想急着。 赶快把它修完128个学分。去年拢总有38间大学参加这个计划，有1200多位的中世代参加。如今教育部决定向下放龄年会站，改做30岁以上的青壮年拢会当报名参加，也改名号做30+ 大学试办计划。目前已经有60间的大学提出申请，由中正大学来担任总计划，课程内容也包括上新的智慧医疗、AI 技术等等。现在科技发展那么多，现在流行的科技，搞不好几年后就是历史，包括你的职涯，比如说30岁开始，你在这边立业了，但是30岁以后，10年、20年、30年后，如果你想要换一个领域或换一个工作或换一个兴趣的时候，难道你要怎么办？教育部指出，会甲年会站放龄到30岁，除了希望帮助民众面对 AI 时代以外，更有就是因应少子化，真侪大学招募学生。不过，若是转向青壮年市场就会较大。根据统计，目前30岁以上的人口有来到1700万人次，会当讲是1减2高，提供民众学习的机会，也避免大学面对退场的危机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